你有冇試過討厭一個人，但又唔可以唔見佢？唔係仇人，唔係陌生人，係每日都要見面嘅人。可能係坐咗你隔離幾十年嘅同事，可能係住喺同一層樓嘅鄰居，可能係每逢節日都要坐埋一台嘅親戚。見到佢你就覺得有樣嘢倒喺心口，唔係大仇，講唔出個所以然，但就係唔對辦。你唔係冇諗過翻臉，但翻完臉之後呢，仲要見面，仲要應酬，可能搞到大家都唔舒服，值唔值？所以你忍一忍，可能就係幾年、十幾年。蔡瀾成日話：人生苦短，唔好嘥時間喺唔值得嘅人同事身上。但問題係你唔嘥，個心唔係咁聽話嘅，你唔出聲，個氣仲係倒喺度。其實唔係你唔夠大量，係冇人教過你討厭一個人。翻臉唔係唯一嘅選擇。有3句話：唔使大聲，唔使動氣，唔使得罪人，已經可以慢慢將呢個人推出你嘅世界。你有冇發現，有時候令你最攰嘅唔係工作，唔係身體，係一個人。唔係佢做咗咩驚天動地嘅壞事，可能係佢講嘢嘅方式，可能係佢成日針對你嘅眼神，可能係佢永遠識得喺最唔啱嘅時候整蠱你。你講唔出個大罪狀，但就係見到佢個心就實。朋友問你點解唔中意佢，你解釋半天，對方話咁佢好似冇做咩佢，你答唔到，但你知就係唔對辦。真正令你辛苦嘅唔係討厭嗰個人，係你每日喺心入面同佢打官司嗰份氣。好多人以為翻臉係解決方法，講清楚咯，唔係更乾淨。但係你捱過幾十年香港生活嘅人都知，翻完臉之後嘢唔係變簡單，係變複雜。你換嚟嘅唔係解脫，係更長時間嘅消耗，要應付後續，要處理人際，要喺每次見面入面擺住個姿態，翻一次臉。你喺佢身上投入嘅精神比之前更多。所以蔡瀾嘅意思係見唔慣某啲人，唔使正面交鋒，只係慢慢拉開距離，繼續食好嘢，嘆世界。呢個唔係懦弱，係佢知道一個人嘅精神同時間係有限嘅，用喺邊度係你自己揀。菜根譚有句話講得好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一般人讀到呢句，記住防人，但蔡瀾式嘅讀法係反過嚟，知道要防，但唔使花心力去恨。防係保護自己，恨係消耗自己，兩樣嘢唔一樣。幾百年前嘅文人都明呢個道理。蘇東坡一生跌宕，被政敵張敦陷害，一貶再貶，最後貶去海南島。喺北宋嘅年代，嗰係流放，係要命嘅懲罰。按道理佢應該日夜咒罵張敦，恨到入骨。但係佢係咁寫：九死南方吾不恨，知由其絕冠平生。九死一生我唔恨，因為呢趟旅程係我一生最奇絕嘅見聞。佢唔係聖人，佢都恨過。但係蘇東坡明白一件事：恨咗有咩用？張敦仲係喺京城食好住好，你恨得入骨，你自己嘅日子過成點樣？倒不如食荔枝。而家就喺香港，陳生58歲，深水埗舊唐樓住咗30年，做地盤判頭，一身硬骨頭。7年前佢去工地嚟咗個新工程監督，係大集團派落嚟嘅人，樣樣都要同陳生作對。明明做得掂嘅嘢佢要改，明明唔係問題佢要搞大。陳生捱住唔翻臉，但係個心放唔低。每晚返到深水埗嗰個300尺嘅舊唐樓，陳生坐喺廳食飯，開口講嘅第一句嘢，永遠係嗰個監督點樣針對佢，今日又點樣刁難佢。太太起初仲附和，後來只係點頭。再後來，太太有次放低碗筷，好平靜淡講咗一句：陳生，你講佢多過講我。7年啦。陳生當堂唔出聲，佢坐喺度諗：7年，呢7年入面有幾多個晚上係喺講嗰個人？有幾多個本來可以好好食飯、好好休息嘅夜晚，係俾嗰個監督霸住咗？嗰個人返到屋企係
係食佢嘅飯、睇佢嘅電視、瞓佢嘅覺，連陳生喺唔喺度諗緊佢，佢都唔知。就係呢一刻，陳生先明，唔係監督消耗佢，係佢自己親手將幾千個夜晚送咗俾一個唔值得嘅人。就好似你喺茶餐廳等位，個伙計橫眉冷對，你係會花成日去諗點解佢咁對我，定係食完個盅奶茶繼續過你嘅日子？道理人人識，但係做唔到，因為冇人教你具體應該點做。唔翻臉唔係叫你啞忍，唔係叫你縮，係有3句話，唔使大聲，唔使動氣，已經可以將佢慢慢推出你嘅世界。第一句話只有2個字，但係識用嘅人幾十年都唔輸過。你而家生命裏面有冇一個人係你每日都要花精神去應付，但又唔知點算嘅？如果有，喺留言區話我知，我會睇每一個留言。你試過冇？有人同你講一番說話，你知道佢唔係好意，你知道佢係想激你，想睇你反應，但你又真係唔知點回應。反駁，費事同佢糾纏，唔出聲，個氣又憋喺度。道理上嚟唔使理佢，但係個心就係唔舒服，就係想講句嘢，係咁嘅，唔係認輸，係你決定唔再用自己嘅情緒去餵養對方嘅存在感。好多人以為冇反應係示弱，香港人嘅性格係咁嘅，捱得撐得，但係唔受氣，激親就要頂返，係尊嚴。但係你捱過幾十年人際關係嘅人都知，越頂對方越來勁，因為你嘅反應係佢最想要嘅東西。佢激你唔係因為佢有利，係因為佢需要你嘅情緒反應去證明自己存在。你一頂，佢知道佢傷到你，佢就更有力。你唔俾，佢就冇得玩。廣東話有句老話，唔聲唔聲，暗裏偷腥，唔係叫你永遠唔出聲，係叫你揀掂先開口。唔值得嘅唔使開口。蔡瀾喺電影圈幾十年，見過太多是非。監製嘅工作係夾喺老闆同導演、演員之間，人事複雜，是非多。但係佢嘅方式向來係點頭微笑，繼續做嘢。冇一次正面交鋒，但冇一次輸過。蔡瀾嘅意思大致係解釋係多餘嘅。你嘅作品同你嘅生活就係最好嘅答案。佢唔需要贏口舌之爭，因為佢已經贏喺人生入面。歷史上最識用係咁嘅人，可能係李鴻章。晚清列強逼埋嚟，咄咄逼人，個個都要中國割地賠款。談判桌上氣勢凌人。李鴻章周旋其中幾十年，靠嘅唔係強硬對抗，係在意2個字。呢件事我哋在意，咁樣撐住，唔係佢軟弱，係佢知道喺談判桌上情緒失控係最輸嘅一步。係咁嘅，係政治家嘅太極，亦係普通人最實用嘅盾牌。而家就喺香港，梁姐62歲，九龍城街市賣魚賣咗30年，隔離係一個菜檔，老闆娘係出名嘅街市政客，成日喺其他檔口講梁姐閒話，話佢魚唔新鮮，話佢呃秤，話佢唔識做生意。啱啱聽到嗰陣，梁姐都有火，都想出去對質，但係梁姐忍住咗，唔係因為佢冇嘢講，係因為佢阿媽當年教過佢一句話：街市係做生意嘅地方，唔係講理嘅地方。所以每次有人將隔離嘅說話帶俾佢聽，梁姐嘅回應永遠係咁嘅，多謝你話我知，然後轉頭繼續執魚。30年，九龍城街市嗰條街嘅菜檔老闆娘換咗3個，梁姐嘅魚檔仲係喺度。熟客問梁姐點解唔同對面爭，梁姐笑住話：我唔係唔識講嘢，係覺得佢唔值得我開口。就好似打麻雀，你唔出聲，對家唔知你揸咩牌，你一開口就係露底。講落去係一個好簡單嘅邏輯，佢激你反應，你消耗情緒，佢獲得存在感。斷開呢條鏈，只需要2個字係咁嘅，唔係每次都要解釋，唔係每次都要證明自己係對嘅。人到咗一定年紀，你會明白，需要向每個人解釋自己嘅人，先至係最累嘅人。你嘅沉默唔係冇嘢講，係你覺得
佢唔值得你開口。如果你試過用沉默代替翻臉，喺留言區留低一個心，每一個都係一個見過世面嘅人。但係咁嘅只係第一步，唔係每次都夠用。有時候對方會繼續埋嚟，繼續試探，繼續撩你。呢個時候你需要第二句話，一句令佢慢慢感覺到自己喺你嘅世界入面正在消失緊嘅話。有冇人試過呢種感覺？你費盡心思想激怒一個人，但對方只係淡淡望你一眼，然後繼續做自己嘅嘢。嗰一刻你係咩感覺？唔係輸，係比輸更難受，係發現自己根本傷唔到對方，係感覺到自己嘅力量落空咗。令討厭嘅人失去力量嘅唔係你嘅反擊，係你嘅不在乎。令佢發現自己根本傷唔到你。好多人以為要展現強硬先可以壓住對方，但係真相係最令人崩潰嘅唔係你嘅怒火，係你完全冇反應，若無其事繼續過日子。怒火係一種能量，代表你重視；冷靜係一面鏡，照出對方嘅渺小。莊子有句話：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白話係佢以為傷到你，但佢唔係你。佢根本唔知你有幾唔在乎。呢個就係話你唔需要佢明白你，你唔需要佢認錯，你唔需要佢知道你嘅感受，你只需要你自己活得好。蔡瀾面對外界批評同攻擊，從不解釋，繼續食好嘢，去好地方，寫好文章。佢嘅意思係我活得好就係最好嘅回應。呢唔係大話，係佢一生嘅活法，唔係話唔在乎。係真係有更重要嘅嘢要去做，要去享受，冇時間分神。陶淵明辭官歸隱，外面有人嘲笑佢冇出息，唔識把握機會，政局動盪，仕途浮沉，佢啥都唔理。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佢唔係唔知外面嘅嘢係佢決定咗，嗰啲嘢唔係佢嘅世界。你唔進入我嘅世界，你傷唔到我。而家就喺香港。阿蓮55歲，觀塘工業區一間女裝廠做縫紉工，做咗20幾年。2年前，廠裏嚟咗個新組長，細佢10幾歲，大學畢業，一入嚟就對阿蓮特別唔順眼，覺得阿蓮資歷老，唔聽指揮，響晒個廠，於是處處刁難。阿蓮交嘅貨，佢話次次有問題。阿蓮排班嘅位置，佢話唔啱。連阿蓮掛喺機邊嘅孫仔相片，佢都話唔專業，叫佢收埋。同事都替阿蓮抱不平，話阿蓮你唔出聲，佢越嚟越勁烈。但係阿蓮每日準時收工，落咗工就去接孫。屯門碼頭等渡輪嗰陣，睇下海，吹下風，買靚間，回家煮飯俾老公試，同孫仔玩一陣，9點幾上床，瞓到天光。組長繼續針對阿蓮繼續佢嘅日子。3個月後，組長因為另一件事同廠長有糾紛，涉及工廠賬目，被即時解僱。消息出嚟嗰日，阿蓮係事後先由同事口中知道，佢嘅反應係哦係咩？然後繼續做嘢。有同事問阿蓮：你當時點捱過活？阿蓮話：我唔係捱，我係根本冇俾佢進入我嘅生活。我返到屋企，佢係睡，就好似落雨天，你打傘，雨點打落傘面，你係會生氣嬲把雨，定係繼續行你嘅路？雨唔係衝着你嚟嘅，佢只係落雨。對方針對你，好多時候唔係你特別差，係佢需要一個目標。你唔係個人，你係一個出口。你明白呢樣嘢嘅時候，唔緊要，你繼續就唔係演戲，係真心話。呢度係一個拆解，對方挑釁你計較佢嘅存在感更大，唔緊要，你繼續係直接令呢條方程式失效，你唔入局，佢嘅局就散咗。但係呢度有個陷阱，好多人以為自己做到唔在乎，其實係壓住，唔係放低，壓得耐，反彈嘅力度更大，表面冷靜，個心仲係繃住，夜晚瞓唔着。返到屋企仲係諗佢，身體感覺到嗰份壓住嘅氣，只係冇出口。
唔係你唔夠強，係你終於明白，有啲人根本唔配令你動氣。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，放過自己。呢唔單止係一個願望，係你今日對自己講嘅一句承諾。你決定唔再俾一個唔值得嘅人霸住你嘅心。唔緊要，你繼續係外面嘅功夫，係對付對方嘅方法。但係有一句話唔係講俾對方聽嘅，係講俾你自己聽嘅。呢句話先係真正嘅解藥。人到50、60歲，身體開始響號，血壓高咗，瞓眠差咗，醫生話要注意壓力。你坐喺診所度，醫生問你最近有冇煩心嘅嘢，你話冇，但你知有。有時候唔係一件事，係一個人，一個可能你已經唔需要再見面嘅人，但係佢依然喺你心入面佔住一個位置，幾十年都冇走過。你唔係日日諗佢，但係夜晚瞓唔着嗰陣佢就嚟咗，或者睇到某樣嘢、某句說話就想起佢，想起當年佢點樣對你，想起你咽住嗰口氣，想起你覺得自己輸咗嘅嗰一刻，個心就實一實。祝你好，唔係為咗對方，係你決定把自己從幾十年嘅怨恨裏面親手贖出嚟。好多人以為原諒係認輸，我原諒咗佢，即係話佢做嘅係對嘅，即係話我嗰年白捱。唔係，原諒唔係話佢做得啱，係話你決定唔再俾嗰件事繼續消耗你嘅身體同心力。蔡瀾嘅生活觀係繼續恨一個人，係用對方當年嘅行為懲罰自己今日嘅身體。呢句話，人到中年先會真正明。你年輕嗰陣精力夠，恨得起，但係人到50、60歲，身體誠實，睡眠、血壓、腸胃全部反映你心入面嗰份積壓。你以為係你恨緊佢，其實係嗰份恨係慢慢消耗緊你。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有據，吾以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。白話係過去嘅嘢已經追唔返，但接落嚟嘅日子仲係你自己揀。呢個就係話繼續背住怨恨過日子係你自己嘅選擇。你亦可以選擇放低。蘇東坡被貶惠州，係政敵蓄意陷害，按道理佢應該恨到入骨，但係佢寫日啖荔枝300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。喺嶺南每日食荔枝食到飽，我唔介意長住喺呢度。佢唔係原諒咗陷害佢嘅人，係佢決定唔俾嗰個人繼續奪走自己嘅快樂。唔原諒，但唔俾佢繼續佔住你嘅心。蔡瀾晚年公開體化生死，佢提前安排身後事，豁達面對生命嘅終結。佢嘅意思大致係：你嘅生命係有限嘅，時間係你嘅，唔係佢嘅。你每用1個小時去恨一個人，就係少咗1個小時去食好嘢、嘆世界、陪家人。而家就喺香港，何叔61歲，屯門退休巴士司機，做咗30幾年九巴。早年有個車廠主管係出名刁鑽嘅人，揀中何叔針對，大細事都要搞佢。申報、調班、考核，次次都係何叔最蝕底。何叔吞住唔翻臉，但係個氣咽住咗幾十年。6年前退休，何叔以為終於可以舒一口氣，但係奇怪，失眠冇好過。有時夜晚3點幾無緣無故醒咗，諗嘅仲係嗰個主管當年嘅說話，當年嘅事，翻來覆去。去年何叔同老伴去澳門旅行，黃昏時候坐喺海旁睇落日，老伴唔知點解望住海，好平靜淡講咗一句：你退休啦，但係你個心未退休。何叔當堂鼻酸，佢坐喺度對住嗰片海，心入面第一次講出祝你好3個字，唔係打電話去講，唔係寫信，係喺心入面好平靜淡講祝你好。你過你嘅日子，我過我嘅日子，你係你，我係我。返港之後，何叔話失眠少咗，唔係即刻好，係慢慢少咗。佢自己都唔知點解，可能係因為嗰個位置終於空出嚟了。就好似你行山背住一個重過你體重嘅背囊，唔係唔識放，係唔捨得放。
以為背住係種執着，係尊嚴，但係你嘅膝頭、你嘅腰已經響緊好。放低唔係你輸，係你終於對自己好。恨緊對方，身體繃緊，心臟、血壓、睡眠全部受影響。祝你好，係你送給自己嘅藥，唔係送俾對方嘅禮物。佢收唔收到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你講出口之後嗰個位置空出嚟咗。你恨咗佢幾十年，但佢瞓得着，你係咪瞓得着？你生命裏面有冇一個人係你到而家仲未喺心裏講過祝你好嘅？唔使答我，答自己就好。如果有，喺留言區話我知。3句話講完係咁嘅，唔緊要，你繼續祝你好。但係如果你以為呢3句話係技巧、係招式、係學完就識用嘅嘢，你只對咗一半。技巧係學得識嘅，但係真正令你唔需要翻臉嘅唔係技巧，係一種活法。活到嗰個程度，你自然就唔需要呢3句話，因為你根本唔記得要去恨。真正能夠用3句話處理嘅人，唔係因為修養高，係因為佢嘅生命裏面已經有太多值得珍惜嘅嘢，裝唔落仇恨。好多人以為放低係靠意志力，靠提醒自己唔好諗，唔使計較。但係你試過就知，越提醒自己唔好諗，越諗。真正嘅放低唔係靠壓，係靠填。你嘅生命入面有夠多真正好嘅嘢，嗰個討厭嘅人自然無位企。蔡瀾嘅意思大致係人生意義就係食喝玩樂。呢句話唔係叫你放縱，係叫你認真對待自己嘅每一日。佢半生周遊列國，做電影監製，同金庸、黃霑、倪匡結伴嘆世界，寫食評寫咗幾十年。佢嘅生命入面裝住嘅係美食，係旅程，係情誼，係文字。佢從唔提自己憎過邊個，同邊個翻臉，唔係冇，係佢嘅生命太豐富，裝唔落怨恨。李白話：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。白話係趁你仲得意嗰陣，好好享受，唔好讓好酒對住空月亮白白浪費。李白係咁忙着活，忙着飲酒，忙着寫詩，忙着遊山玩水，忙到冇時間記仇。唔係因為冇仇，係因為仇恨喺佢嘅人生次序裏面排到最尾，輪唔到。而家就係香港，梁婆婆70歲，深水埗桂林街茶餐廳開咗40年。40年係咩概念？呢條街由盛轉衰，由舊區變潮區，再由潮區變舊區。梁婆婆嘅茶餐廳仲係喺度，被人串過，被人鬧過，有人話佢舊式，有同行故意搞佢，什麼人都見過。但係梁婆婆每日6點開鋪，自己落場炒蛋，親眼睇住隻蛋係咪夠滑。午市最忙嗰陣，佢喺收銀位望住每台客食嘢，見到熟客記得佢點嘢。收鋪前等最後一個客人食完先關燈。有記者訪問梁婆婆：40年你有冇憎過人？梁婆婆笑：憎過咯，梗係憎過。但係你知咩？我太忙啦，忙着想今日嘅湯煲咩好，忙着記住張伯今個月血壓高要少鹽，忙着想下個星期換咩新菜式，好嘢食多啲，爛人理少啲。40年間茶餐廳係全條街笑聲最多嗰間，就好似一盅靚湯本身已經夠鮮，你唔會想加一味苦嘅落去壞晒佢。你嘅生命本身可以係一盅靚湯。有個好簡單嘅道理：生命空洞，計較填滿它，恨就成為一種習慣。反過嚟，生命夠豐盛，恨自然冇位企。唔係因為你大量，係因為你太忙着享受自己嘅生活。所以3句話嘅背後其實係一個問題。你嘅生命入面除咗呢個討厭嘅人之外，你仲有啲咩？有冇一樣嘢係你每日都期待嘅？有冇一個人係你真係想花時間陪佢嘅？有冇一件事係你做嗰陣忘記晒所有煩惱嘅？如果有，好好揀，花多啲時間喺嗰度。如果一時之間答唔到，唔係問題，係提醒你係時候認真諗下，接落嚟想點過。你幾十年
都係為屋企人、為工作、為責任，係時候為自己嘢一樣嘢，唔係大事，唔係要環遊世界，唔係要做大嘢，可能係每日朝早去飲杯好嘢，可能係返個老朋友食餐飯，可能係去學你一直想學但冇時間學嘅嘢。蔡瀾係咁話：唔識享受嘅人先係真正嘅損失，唔係叫你浪費，係叫你認真對待自己剩餘嘅時間，唔係叫你大量，係叫你忙着享受自己嘅生活，忙到冇時間去恨。深夜你一個人坐低，屋企靜晒，可能係廚房，可能係廳，泡杯茶，或者只係坐喺度發下呆。你諗起今日講嘅嘢係咁嘅，唔緊要，你繼續，祝你好。你諗起嗰個令你放唔低嘅人，唔使即刻原諒，唔使即刻放低。但係如果你今晚係第一次認真諗呢個問題，已經係一個開始。有時候一個人嘅改變唔係發生喺大聲嗰一刻，係發生喺深夜靜靜地，你決定對自己好啲嗰一刻。人生苦短，好嘢食多啲，爛人理少啲。